各位长辈、各位老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想跟各位聊聊一个每个人都正在经历，却很少人真正察觉的危机。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要从客厅沙发站起来的那一刻，手必须先撑一下扶手，或者是去早市买菜。原本提得动的菜篮，现在走不到一半就觉得手酸脚软。甚至是在家爬个2楼、3楼，膝盖就开始发出抗议的声音。很多老人家会笑着对我说：“医生，这就是老了啦，正常的。”但我今天必须严肃地告诉你，这不是单纯的老化，这是你的肌肉正在大逃亡。我想请各位把肌肉想象成你的养老金存折。年轻的时候，我们存得多，领得少，身体各处都很有力，但过了60岁，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维护，这本存折就像破了一个洞，领出的速度远远超过存入的速度。根据医学统计，60岁后，如果饮食习惯不对，每10年我们就会流失7%到8%的肌肉量，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意味着短短20年，你将失去近20%的力气。这就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重点。肌肉不会平白无故消失，它是被你错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偷偷拿走的。而最令我心痛的，不是身体变弱，而是当我们失去肌肉，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照顾的尊严。在进入细节之前，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健康的关键建议。我想先确认一下，你们现在有在认真听吗？如果您觉得这一段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如果觉得还好，请输入0。如果你已经超过60岁，接下来的内容，请你务必一字不漏地听进去。在门诊时，常有老人家很有自信地对我说：“医生，我每天都有吃烘肉、喝鸡汤，蛋白质绝对够味。什么？我的腿还是越来越细。”这就是我要打破的第一个迷思。很多长辈认为补肌肉就是要大口吃肉。但事实上，年过60岁，你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小火车了。血管就像道路，血液就像载运营养的车辆，而肌肉就是接收物资的工厂。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胃酸分泌会减少，消化酵素也变得没那么灵敏。这意味着你塞进去一大盘猪脚，你的肠胃可能根本消化不了。那些昂贵的蛋白质最后都变成了负担，而不是肌肉。这就像是你买了最高级的建材，但工地的工人酵素退休了，搬运工吸收能力也罢工了，最后建材只能堆在门口发臭。我曾收治过一位住台北的林先生，他快70岁了，为了长肌肉，天天强迫自己吃牛排，结果肌肉没长，反倒吃出了痛风和消化不良。所以关键不在于你吃了多少蛋白质，而在于你的身体能吸收多少，以及你是否在正确的时间吃。针对60岁以上的族群，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那种粗放的吃肉方式，而是要转向更精致、更易吸收的植物性蛋白质和特定组合。留住肌肉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只需要你选对食物，并在对的时间放进嘴里。接下来我要介绍几组在台湾随手可得却被很多长辈忽视的宝鸡神队友。嫩豆腐、羽毛豆，台湾人的宝鸡国宝。为什么我这么推荐豆腐和毛豆？对台湾长辈来说，豆腐不只是传统食材，它更是最完美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它不含胆固醇，质地软嫩，
对于牙口不好的长辈来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而且大豆含有丰富的异黄酮与钙质，这对预防长辈最担心的关节疼痛与骨质疏松有极大的帮助。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蒸豆腐或加入味噌汤。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吃油炸的炸豆腐，那只会让你摄入过多油脂，抵消了优点。一位台南的病患曾跟我分享，他每天早上一碗温热的味噌豆腐汤，坚持3个月后，他觉得爬楼梯时膝盖的支撑力明显变好了。台湾红藜谷类中的加强版蛋白质，很多人以为谷物就是淀粉，这就错了。我常叫病患把白米换成红藜，我称它为谷类的升级版。红藜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这是维持肌肉合成的原料。它还含有丰富的磷与镁，这2种矿物智能有效缓解老人家常有的半夜抽筋或双腿酸软。煮法非常简单，就像煮饭一样，把红藜混入白米中即可。它不仅能让你的饭片香，还能让你每一口饭都在帮身体盖肌肉。扁豆与鹰嘴豆，告别头晕与腿软。这2种豆类在台湾的有机店或超市越来越常见。它们富含蛋白质与铁质，很多长辈觉得自己力气不够，其实是因为轻微贫血导致肌肉供氧不足。鹰嘴豆提供的稳定能量，能让你在早晨运动时更有耐力。你可以把它们煮烂，后拌入温沙拉，或者炖煮成蔬菜汤。如果你常感到走路脚飘飘的，容易头晕，这组食材能从底层帮你把体质打稳。老朋友们，这3种食物，你家里的厨房现在有哪一种呢？在我的诊间，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身体硬朗、80岁还能健步如飞的长辈，通常不是吃的最多的人，而是吃的最精的人。除了主要的蛋白质，有些不起眼的小食物，对于稳定肌肉组织有着惊人的力量。首先是奇亚籽与黑芝麻，黑芝麻是台湾人的最爱，它不仅能补钙，其油脂更能润滑关节。而奇亚籽丰富的 Omega-3能帮助身体降低发炎反应，让你在运动或行走后的肌肉酸痛感大幅降低。其次是无糖豆浆，这是我最推荐的日常饮品。比起含糖饮料，无糖豆浆提供了一种缓释的能量。每天早上或下午茶时煎喝一杯，能持续供应肌肉所需的微量元素。最后是少量的杏仁果，杏仁富含维生素 E， 这是一种超强的抗氧化剂，能保护你的肌肉纤维不被自由基破坏。这些食物不需要你餐餐大鱼大肉，重点在于均衡与持续。我常跟病人说，不用强迫自己一餐吃10个蛋，但你可以每天吃1小匙黑芝麻。这一种少而精、持之以恒的吃法，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现在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最关键的秘密，这可能是你从未听说过的。你知道你的肌肉是在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吗？不是在运动的时候，也不是在吃午餐的时候，而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晚上的睡眠时间是身体进行维修的大工程期。如果你的身体在半夜感到缺乏蛋白质，为了维持基本运作，它会做出一个残酷的决定，它会启动分解机制，把你的肌肉转化成能量。没错，如果你晚上吃错了，或者空腹太久，你的身体正在吃掉自己的肌肉。我有一位67岁的病患李女士，她为了减肥，晚餐只喝1碗清粥，结果她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全身酸软，好像刚打完仗一样累。这就是典型的夜间肌肉流失。她以为自己在养生，其实是在加速身体衰老。记住这句话，晚上吃错，
早上偏弱。你的肌肉修复需要原料，如果你不给它，它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发生，我们需要在睡前给肌肉提供1些点夜班补给。接下来我要推荐4种最适合睡前吃的饱肌食物。这与普通优格不同，希腊优格的蛋白质含量更高，它含有一种叫做酪蛋白的成分。这种蛋白质消化速度很慢，可以在你睡觉的6到8小时内，像打点滴一样，缓缓地为肌肉输送营养，防止分解。如果你觉得优格太冰，一颗简单的水煮蛋就是最好的选择。鸡蛋的氨基酸比例与人体最接近，利用率极高。睡前1小时吃1颗水煮蛋，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却能提供肌肉稳定的修复原料。温牛奶含有色氨酸，能帮助睡眠，而钙质与蛋白质则能固本。加入1点点姜黄，更能利用姜黄的抗发炎特性，修复你白天走动产生的肌肉微小损伤。这是一杯最完美的安眠保肌水。很多长辈对这个有误解，觉得是年轻人在喝的。其实高品质的乳清蛋白对于吸收能力下降的长辈来说是极佳的补药，它吸收快，负担轻。如果你那天晚餐吃的比较少，睡前泡1小杯来喝，能有效保住你的肌肉量。这4种东西你不需要全吃，选1种最适合你的就好。请在睡前30到60分钟食用，这就是你留住青春最简单的投资。说了这么多，我最想告诉各位的是，守住肌肉不只是为了好看，更不只是为了数据，而是为了让我们在70岁、80岁，甚至90岁的时候，还能自己提着篮子去市场买喜欢的菜，还能有力气抱起可爱的孙子，还能跟老伴一起出国旅游看世界。留住肌肉，就是留住你对生活的自主权。我们不需要去健身房举重，也不需要花大钱买昂贵的补药，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调整你的每一餐，选对自己种食物，并在对的时间给予肌肉营养，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馈。如果你想让自己和家人都拥有健康的未来，请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健康是最好的礼物。如果你决定从明天开始行动，请在评论区打一个1，让我们互相鼓励。接下来，请点击荧幕上的下一支影片，我将教你如何配合这些食物进行简单的居家运动。我们下一支影片见。